请问你是中国人吗？是呀，我当然是中国人。你做什么工作？大家知道优兰子这个品牌吗？我是做优兰子日韩线下渠道的销售，偏向 B to B。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工资好吗？这可以说的吗？大概猜一下，作为一个日本跟韩国的国家经理的话，工资大概是多少？可以猜一下吗？大学在哪里读的？贵州财经大学，学的是日语。那你的日语应该很好的。目前的话能够沟通吧？你是在日本工作吗？我们的公司在深圳，被公司派过来，暂时是外派阶段。是怎么进这个公司的呢？我们公司因为它是中国的企业，要进入这家公司的话，首先是工作经历跟这个公司的岗位相匹配，看个人的职业规划跟公司的职业规划相契合，所以就来到了这家公司。中国公司有什么好的福利呢？中国公司好的福利很多呀，比如说最基本的工资保障，在中国是比较完善的，各种节假日都会有的。现在国内也非常注重员工的人文关怀。觉得公司怎么样？目前的话，我愿意跟随公司的脚步，作为第一批肉身出海的人员，本质上来说，我肯定是喜欢我们公司的。